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两天关于万科的传言又多起来了，又是路边社报道2月11日说，据财经刊物周三报道，中国深圳市政府正在为陷入困境的国有背景开发商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起草一项价值800亿元人民币的救助方案。也就是说深圳国资委还是要救这个万科，但是这都是网传的小道消息。路边社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此举遵循中央政府不允许违约的指示。万科未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深圳市政府及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亦未能立即取得联系予以置评。报道指出，正在起草的救助计划尚处极其初步阶段，其中涉及200亿元人民币的万科股份配售。万科上月获得债券持有人批准，将3只人民币债券的部分还款延期，这为这家陷入困境的开发商在第一季度提供了一些喘息空间，同时在北京的帮助下进行其他债务谈判。在万科倒下之前，所谓的倒下就是破产重整我坚信万科最终是要走破产重整这条路的，其他的方式都是在耽误时间磨叽那么在它破产重整之前，那有各方的声音不停的出来，各种传言，实际上都是一种挣扎在我看来诸如路透社的这个报道只能说明这个地方政府在面对巨额投资、巨额债务可能要打水漂的情况下，他有点不甘心吧，还想折腾一下，有这种可能。但是无论他是真的救还是传言要救，都是瞎子点灯，白费了。大家想象一下后面万科还有其他的债务马上就到期，如果你是债权人，你要听说政府要救他，你会怎么处理？你肯定是要求的吧，尽快兑现。所以下一次债务到期，你再想跟人谈判说延期，说要利息往后放等等，都会拒绝。这个就是博弈既然你想活，那债权人的态度就会变，债权人就怕你摆烂，说反正我是破产了，你们看着办吧，我这方案就是这个方案了，你要不同意咱们就一起跳崖。那债权人一听，对吧，一看是不行，他就会让步你这边好了，你这打明牌就是政府会托底，政府想救，那人家他就占主动这也就给你政府即便想救也会增加很多困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的是200亿元的万科股份配售就是增发因为万科没钱呢，没钱怎么办呢？再增发股票。这一招以前融创、碧桂园都干过他爆雷以后在香港增发，我记得融创增发那就是孙宏斌自己认购相当于孙宏斌自己再往里垫钱，拿点股份。你以前股价8块10块的时候增发，那是圈别人的钱。现在因为增发对原来的股份有稀释嘛，对吧？你相当于又增加多少万股或多少亿股，它如果是按4块钱增发的话，那就相当于要增加50亿股什么概念5块钱增发的话，那也要40亿股那万科现在才多少股我不知道我经常就是对数字不太感兴趣。万科现在市值多少？有1000亿吗？800亿，它增发200亿，你说说吧，就相当于把里面人都洗劫一遍，低价增发嘛，稀释原来的股份。它这个增发对象我估计就是深圳的国有企业国资，那又得往里投200亿这不就跟低保老人一样吗？越陷越深这不就加仓吗？另外这个路透社这个小道消息我觉得它起到干扰作用。他说中央政府要求是不准违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谣言。上级政府给的指示应该是市场化、法治化，对吧？不可能指示说不准违约。我们再看这个恒大又有消息了这个消息是个非常惨的消息这也就为什么这个万科的债权人、万科的股东现在还在挣扎，觉得自己还能抢救一把。你看看这个恒大就知道了说近日恒大集团一笔1000万的债权只卖了1万，是近期恒大系资产处置中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它直观地反映了市场对恒大债务风险的极端定价。2026年2月9日，在阿里资产平台上，一笔涉及绍信永恒置业有限公司等5户企业的应收账款债权，就是这个债权打了一个包放到阿里这个资产平台上去公开拍卖。这笔债权的总额是1000万元，但经过5人报名，11轮竞价后，最终以11158元的价格成交。这意味着每1万元债权只值11元，折价率是 99.89%， 相当于打了 0.01 折。这笔债权的地板价
成交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恒大集团自2021年爆发债务危机后，其资产被系统性大规模处置的缩影。自创始人许家印被采取强制措施后，恒大系的坍塌已不可逆转，相关资产正在被加速清理。整个处置过程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处置主体多元化，从最初的供应商、施工方等第三方债权人自行拍卖，到如今银行、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和地方的资产管理公司主导的大规模规范化的转让。第二个，处置方式多样化，包括债权转让、实物资产拍卖，以及通过招拍挂拿地化解相关债务等。第三个是价格普遍骨折，无论何种形式的资产都面临着极高的折价。绍兴的这种债权打骨折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类似打0.1折的处置在全国范围内已成常态。例如民生银行深圳分行一笔23.6亿元的债权，最终以3.19亿元成交，折价率86%。民生银行重庆分行一笔9.92亿元债权，起拍价仅为1.48亿元，折价85%。长城资产北京分公司正在处置一笔10.92亿元的债权，抵押物为广州天河区的房产。更极端的案例包括某供应商持有的1970多万元的恒大商票，起拍价仅2.7万余元，折价率超过 99.8%。恒大长基置业6000万元的债权以7.8万元成交。不说了反正跟恒大相关的资产它就值这个钱。这就是很多人老问什么资产是弹性的，债务是刚性的，他理解不了。这回理解了吧？这些资产包，这都叫资产。你看着账面好像是1000万，实际上它就值1万块钱，你要处置就是1万块，折价率99.9%，这清偿率只有0.1%，什么概念？这就是很多债权人他无奈你投1000万下去了，你只能回来1万块，这就是买单了。这就是为什么万科到现在没有办法破产重组的原因。你想想，那债权人他也不愿意缩水缩得这么厉害，股东他也要挣扎呀，你缩水缩得太厉害，赚钱的时候一时爽，你跟恒大做生意的时候，每年一算账，你都能赚几百万，那嘚瑟的不行呢。豪车名表是吧？茅台喝上，结果到头来就恒大欠你1000万、5000万，你这个债权你只能卖骨折，对吧？只能1%都要不到，你说你渣渣的赔出来了。有很多人他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经历他理解不了。他比如说他在胡市跑去交易一把，或者炒个2个月，现在不是牛市吗？赚了点钱，沾沾自喜，很简单，对吧？牛市赚钱容易，你不叫容易就是容易碰上。你没有经历个完整的轮回，你都不叫这个参与者，知道吧？这还在到哪儿呢？对吧？只要你坚持在里面炒，最终是一裤衩子赔光了出来为止，无一例外。如果你现在还有，对吧？你说你赚了钱，那很正常，毕竟我还赚过3倍嘛，对不对？那个上海建工爷叔，那毕竟也是挣了2倍几块钱就8块斤的，涨到16块他都没跑，现在等着解套，天天在那念叨，现在才3块。就是说你在你偶尔挣点钱，或者现在短暂挣了点钱，对吧？如果是聪明的话立马就套现跑了，那就永远就挣了，我再也不回胡适了，那你就是赚了。只要你还在里面炒，先不要急着说你赚了，你这都是暂时的到时候连本带利都得进去，没有例外，对吧？这就和恒大这些这个供应商是一个道理恒大刚爆雷的时候，大家可以回头看看那节目，我在那一阵子天天说建议所有跟房地产开发有关的上下游赶紧收工什么叫收工就是我有厂我都准备停产了，现款现货绝不欠，而如果你不能接受那就算了，我宁愿停产，明白什么意思吗？利润可以很薄，哪怕我生产我这笔货我不赚钱，但是我也要求现款现货不赚钱，但是我是没办法，为了维持工厂生产，毕竟还有工人，这个突然给他关门不合适，好，我可以利润很低，甚至不赚钱，但是必须现款现货，绝不欠，什么展期一天都没有，要么就不做。为什么呢？好多人说你不懂你一看没搞过工程，这下好了吧？这你懂，你搞了工程，对吧？裤衩子都大里面去了。2021年开始，如果你把厂子停掉，你无非就是没赚钱而已，你不会赔钱，对吧？你不会把自己银行的贷款，把自己房子押出去，放在公司运营赚，最后呢钱全部变成恒大或者是融创的应付账款，银行这边利息你是背着，银行的贷款你是背着的恒大融创跟你结不了账，但是银行还是要你的钱的，对吧？你银行的贷款你可跑不了那你只能是破产倾家荡产，对吧？辛辛苦苦10几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对吧？我有个同学，他就是给开发商送那个绿化就是那种绿植也不叫绿植就是灌木，就是那些什么
树啊，你小区里面不要栽树吗？他就给人送这个的。恒大还有这些就是房地产没暴雷之前啊，因为他资本小，大开发商看不上他想进去进不去啊，天天求别人对吧，跟人送礼请人吃饭，人家毕竟太小了啊，他只能跟小开发商合作。后来恒大一暴雷以后啊，这个市场环境不就差了吗？市场环境差了，就很多供应商也开始贼了啊，跟这个开发商合作的时候就要求他打款，账期就要缩短，就害怕暴雷啊。那开发商就你不送，那就让别人送啊，对吧？你不合作找别人合作，所以说开发商就开始找那些小的供应商，那些小的供应商一看平时不鸟我，对不对？现在还居然让我来跟他合作，你说多开心吧？所以他就跟人家送货，他送货，但是他钱也不够，他本钱也不够，对不对？那做这种生意是要本钱要垫的，他就银行贷款借钱，把自己房子押出去，银行贷款，对吧？把这些东西送到开发商那里，开发商是2月结账，3月结账，4个月结账，实际上结不了账啊，因为房企它在暴雷啊，对吧？我就劝他你别做了，我说到时候你赔的裤衩子都见不着，你别看你赚钱，他不，因为他利润还可以，40-50%的利润，就是那个数目啊。结果好了，做了1年多都是应收账款，1毛钱也要不回来，银行这边天天催他，再没钱的话就房子要拍卖掉了啊。有很多人太年轻啊，你讲这些他理解不了，只有南墙才是他的老师，就是他一定把头撞破了，流了血，他才相信原来这墙是撞不动的。你要跟他说是墙不能撞，撞了头会破，那他听不懂。偶尔撞一下墙，他头没破，他觉得他挺厉害，对吧？他是打不死的小强。当一个行业不行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自保。你如果是牛马，你都要想着赶紧离开这个行业，对吧？你船要沉了，你还在船上待着干啥？牛马都准备要转行，那做生意的呢，那更得注意，因为你有本钱在里面，你是要投入的，你不光是投入你的身体，你还投入本金。这个行业一垮，对吧？不仅你本金没了，对吧？你投入的这个资源精力都是打水漂啊！倾巢之下安有完卵。我们再看机构怎么看待咱们的楼市。这个标普他说2026年中国房地产销售再降10%，指的是销售额。近日标普信评在一场研讨会上表示，2026年中国商品房销售额预计同比下降10%左右，总量约7.6万亿元，新开工面积将再收缩20%。标普认为中国房地产当前仍面临4重压力，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制约购房能力，这是第一重压力。第二重压力是行业进入存量房主导阶段，新房销售自然回落，政策坚持稳市场底线，但难限强刺激，货币政策宽松和因城施策仍有空间，市场信心偏弱，结构性回稳或现，但整体反弹基础不足。标普预测托底政策上半年集中释放，下半年效果低减，销售降幅将有再次扩大。也就是标普对2026年中国房地产的这个预测是不乐观的，对不对？销售额还下降10%。但是正像咱们年前就说的进入1月份，各路媒体中介就开始唱多了，楼市小阳春，楼市止跌回稳。你比如说这每天都有这样的报道全国房价止跌信号出现。这个一财快讯报道说，春节前北京部分学区房回暖，这说的是北京说一天一套热销，北京部分学区房涨价30万。近期北京二手房市场持续回暖，核心城区学区房成交尤为活跃。第一财经记者实地走访多家门店，了解到西城区等教育资源集中片区优质房源快速去化，部分片区近2月日均成交一套小户型房源价格出现10万到30万元的上涨，门店成交量同比提升25%到30%，看房如咨询热度不减，市场回暖态势明显。业内预计节后热度有望延续。不要说这个国内媒体了连这个新加坡联合早报它都有一篇报道说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回升。我们看看它是怎么说的它的标题叫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成交回升，分析指楼市拐点尚不明确。他这说的还相对客观一点就是现在二手房成交是回交了，但是不是拐点这还不清楚他文章这么说的他说2026年开年以来，中国一线城市二手房市场提前出现一波小阳春，北京、上海1月二手房成交量升至最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深圳、广州二手房交易量也出现环比回升。部分城市市场分析据此判断说，中国楼市已迎来大拐点，全国房价止跌的信号也初步显现。不过受访分析师普遍对这一说法持谨慎态度，认为当前成交量
虽处于修复过程中，但价格仍未止跌。市场回暖能否持续，是否会向更多城市扩散，仍有待进一步观察。具体来看，京沪房产交易中心数据显示，上海二手房晚间成交22800套，同比增长24%；北京超过15000套，同比增长21%，均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广深方面，深圳超过6800套，环比增2.95%，同比增45%，创近10个月新高。广州1月二手房晚间成交8800套，环比增1.07%，同比经本报测算仍下降12%。除一线城市外，重点城市二手房市场活跃度也有所回升。反映二手房市场景气度的冰山指数显示，1月中国26个重点城市实时成交量环比增长14%。科尔瑞数据也显示，1月重点13城二手房成交面积环比上升16%，同比增长33%，这都是大幅上涨啊。不过说从价格来看，市场尚未出现明显止跌迹象。根据中指研究院数据，1月中国百城二手房均价为每平米12905元，环比下跌0.85%，同比下跌8.67%。尽管重点城市二手房成交量同比普遍上涨，但整体价格仍下跌。不过跌幅较去年12月略有收窄。年初多数城市仍表现为以价换量。上海一名从业10多年的房产中介受访时指出，目前上海入市的买家主要为刚需和置换需求，但本轮成交更像是年初集中释放的需求，也就年初这一波市场。这就是我一直说的啊，这1到4月它就是成交量要回暖要反弹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过了4月，你5月份再看，我认为啊，它要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以前怎么跌它还得怎么跌。这个1到4月就相当于这个咱们楼市下行趋势中的一个波折啊，就这么简单啊。新加坡联合早报说啊，他说低价仍是主要逻辑。他说华泰证券研究所所长张继强分析，本轮成交量改善有一定的季节性因素，今年农历新年偏晚，部分金三银四需求可能提前释放。从当前的成交结构看，低价仍是主要逻辑。至于中国楼市是否出现拐点，张晓端认为目前尚难判断这是否为一个明确的节点，因为通常所说的止跌回稳指价格，当前价格仍未止跌，当前成交量是价格一个先行指标，量稳住了，价格才有可能稳住。他指出啊，在目前的政策下，市场对核心城市核心区域资产的信心有所增强，但影响楼市的变量仍然很多，如居民消费能力、宏观经济、供需端的变化等等。上海易居房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受访时指出，年初成交回升与前期价格调整后性价比提高有关，但这种改善主要集中在个别核心城市和部分项目，对拐点的理解应更加精准。他说啊，市场能否实现持续全面回暖，是否有更多城市出现类似变化，仍需进一步观察。这也意味着各地不能完全等着市场出现拐点，还需在现有利好基础上一些精准发力，真正把市场需求激活起来。所以最近啊，这个房吹很忙啊，对吧？说这个楼市要涨了，价格要涨了，真实情况啊，你要看5月份是什么个形势。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媒体说的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说杭州的楼市啊，我们一起听一听杭州楼市到底怎么了。他说啊，说杭州房价已经跌成笑话了，有那么严重吗？跌成笑话了。他说二手房市场大踩踏，房价开启硬着陆模式，互联网红利期已过，大裁员之后，高薪程序员已经成为最后的大冤种接班侠。有人说啊，杭州的房价已跌成了一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曾经号称永远涨的板块，如今二手房多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一场无声的踩踏正在发生。而在这场巨变中，有一群人被推到了最显眼的位置，他们曾是这座城市黄金时代的符号，高薪程序员。今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却被无奈的称为最后的接盘侠。这个咱们以前这个观点差不多啊，咱们2022年就说这个网红城市杭州，对吧？主要就靠平台经济、数字经济，对吧？电商、移动互联网。当时咱们就说了，这个失去了阿里的杭州，比不上合肥。有好多人不服气是吧？但是有好多喷子在下面留言说你不懂杭州，杭州有好多上市公司，杭州能有今天，对吧？房价能够呼呼涨，实际上都是靠这些高薪的行业。这些程序员拿着高薪之后，他就买房。由于这些程序员啊，都买房，对他来说800万的房子无所谓，也就是几年的工资，所以这个杭州的房价一直往上涨，永远都有接盘侠，你不用担心。然而这一切啊，总有时候要结束。那
现在就是结束。他这个文章还给了一组数据啊，说看看数据啊，你们就知道杭州房价跌得有多离谱。数据全是2026年2月份最新的啊，说截至目前，杭州全城二手房均价只有28983元每平米，还在以每月0.25%的速度下跌，看起来跌幅不大，但这只是平均数据。远郊和互联网从业者聚集的片区，跌幅直接翻倍，甚至腰斩再腰斩。说对比一下最巅峰的2021年，大家就能看出啊，2021年杭州未来科技城作为互联网大产聚集地，房价一度冲到3.8万每平米，一套100平的刚需房总价要380万起步。滨江作为高薪程序员的首选片区，房价更是冲刺到4.5万每平米，一套89平的小三房总价接近400万。而现在未来科技城的二手房均价跌到2万1，每平米跌幅超过了42%，滨江跌到35800，每平米跌幅超过20%。更惨的是建德啊，均价只有7828元每平米，还在以1.21%的速度在下跌。说当年2万每平买入的业主，现在直接亏掉1半多，一套100平的房子从380万跌到218万，直接亏掉162万。162万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一个月薪3万的程序员，不吃不喝干4.5年，相当于普通上班族一辈子的积蓄。更可笑的是，就算跌成这样，还是没人接盘，业主们只能疯狂降价，陷入越降越没人买，越没人买越降价的死循环。一套未来科技城105平的大三房，2021年业主花390万买入，现在挂牌220万，直接亏掉170万，跌幅超过43%。挂了3个月，连个问价的都没有。还有一套滨江89层的小三房，当年385万买入，现在挂牌280万，亏掉105万。业主每天都来门店问有没有人看房，哪怕再降10万20万他都愿意。现在二手房市场就是踩踏式抛售，大家都怕跌得更狠，拼尽全力想跑，可根本没人接盘。未来科技城的二手房挂牌量已突破2万套，而每个月的成交量只有几百套，供大于求的局面已经到了极致，相当于100套房子只有3套能卖得出去，剩下的97套只能一直挂着，慢慢贬值。更可笑的是，有业主为了尽快卖掉房子，直接开启内卷式降价，同小区同户型，你降50万我就降60万，你降60万我就降80万，到最后房价被压得一文不值。曾经的金茂府、绿城盘，现在连刚需都看不上，彻底跌成了笑话。那好多人就说了啊，那杭州为什么会跌得这么惨呢？核心原因只有一个，互联网红利期彻底过去了，大产裁员潮直接击垮了杭州楼市的支柱。咱们都知道，杭州之所以能成为新一线城市，房价能一路飙升，靠的就是互联网产业的红利。阿里、网易、海康威视这些大厂聚集了大量的高薪程序员。我怎么感觉这个作者的说法跟我以前3年前、4年前说法完全一致啊？4年前我就说杭州的楼市，对吧？是不是泡沫过大？4年前应该2022年，对吧？当时我就说，如果你是个码农，你在杭州失业了，你就把你的房子卖掉。当时我记得那个房子好像是3万多一平米嘛，均价啊，你把卖掉之后，你跑到郑州买套房，你杭州的房子一卖300万，郑州买套房才100万，你还有200万的存款存银行，然后再拿10万买辆比亚迪，跑网约车，快活似神仙呢，这大家还记得吧？那是2022年，你现在回头看看，是不是快活似神仙？虽然郑州的房价也跌了，但是你银行存款200万，那就是你的底气啊！比亚迪也为你带来了很多快乐，还有收入。现在你看，如果你拿着这个杭州的房子，那200万已经没了。那至于这个杭州的房价为什么会跌，咱就不说了啊，因为已经几年前天天说，对吧？大家都记得，但是还好多人在下面留言，杭州的房价不会跌，说你不懂，你唱空。那现在回头看看，杭州什么时候房价会再涨呢？那就当杭州再出现什么高科技行业，这个高科技行业要批量造富，你不能说老板一个人赚钱，老板成首富那没用，对吧？你杭州还有布鞋首富，有什么用呢？只有码农有这个特征啊，也就是互联网公司或者是移动互联网公司，它一上市，它一赚钱，那码农的工资哐哐就上了，这码农量还大，他们都要买房。这些码农啊，以前互联网红利的时候，今年是50万一年，明年就变成80万了，工资还涨了。你说这样的人他能不买房吗？你跟他说房价一跌，那人家才不在乎，你房价涨多少他都会接盘，因为他收入在那儿。但这一切停止了，收入涨不了了，开始裁员了，完了，接盘都没了。那你说房价还在涨，谁接盘了？没人接盘了。你现在6万一平米接了之后，你准备卖给谁啊？至于杭州的房价会跌到哪里，咱也不知道啊。笼统的说就是跌到它
跟杭州的实际收入啊相匹配的时候，它也能挺住啊，所以也没必要太紧张啊。你好像杭州的房价就一文不值，那也不对，太极端了啊。就是说它跌到这个跟杭州现在平均收入相匹配的时候，它自动它就跌不动了。你在杭州上班，如果你一个人的收入啊10年收入能买套房，那你可能就要买了，对吧？房价如果跌到这个份上，它自然就不会再跌。所以具体是你说它到底是多少万一平米合理，这谁也不知道，对吧？它还是跟房租租金有关，还跟这个牛马韭菜，尤其是年轻人的收入有关。目前看啊，杭州的这房价还在往下走，短期内这个趋势很难改变啊。杭州有6小龙，对吧？杭州有 DeepSeek， 杭州有什么语数机器人，也有，那感觉还不错，是吧？高科技，但是它人数太少啊。你阿里好几十万人，对吧？就阿里好像疯狂的时候30万人，在杭州有多少人呢？完了之后，它还上下游，它还产业链呢，还有多少人围着阿里吃饭的？所以它带动的大呀，明白了吧？你那语数科技，对吧？一共才180号人，你180号人都是千万富翁，那也才卖100套房子，有啥用啊？所以还要批量造富。卖水的，对吧？卖皮鞋的上市公司，它只能给老板造富，老板变成首富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